乡亲继续来看婚林这间日通客运公司，因为疫情甲大环境的影响，停驶4条走高速公路的路线。这个路线已经走26年了。这个婚林往回到台北的班车，第一站1月31走最后一班了后正式收起来。董事长是带着员工到斗六日通客运大楼送走最后一班车，向旅客来感谢讲再会。现场有不少的公车迷是专工来坐车，专工来翕相，留作纪念。时间到哦。人客下好安全大捷，日通客运婚林往台北的最后一班车。客运员工伫下手，表情看起来真唔甘，徛伫上头前，这个董事长搁较艰苦，目屎甘目甜，因为经营26年的日通国道客运1月31正式行入历史。很不舍，因为已经在这里10几年了，很不舍，很不舍哈，是强忍着，可是真没办法。10几年了，蛮难过的了。怎么讲？因为这家公司让我可以照顾家人。蛮不舍啊！跟我来的。他今晚心情啊？很难过。员工嘛艰苦甲流目屎，有公车迷专工买班车的车票留作纪念。很想哭，这是我童年的车子。供车迷来做纪念。日通客运为1996年开始为婚林的乡亲服务，因过最近几年来，因为疫情甲大环境影响，载运量是愈来愈少，拢了钱。宣布国道4条路线隆重停驶，所以将由通联客运接伊的路线，继续服务在地乡亲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